金山水湖林。真好啊！来，节目用山用彩礼，天地方长必是一，希望能落绿花荫。小哥，我来自己找个位置啊。啥子英雄他是君，方中能人起飞地。别不了，我这里。林子下里，终于描笔丹青水，一瓦不踩这一怕了人的样他两个小哥，我今年是远征王日本人啊，那是什么理啊？哦，小哥，前面学的打字，这些人都是去上香的呀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小哥，今天2月17日，观音生日。哦，小哥，今天是观音生日，我们也到大山上去吹吹热闹，一问一问，好吗？倒也是个。好，两个打针。小哥，关于什么事啊？想那大事文中，今日烧香的妇女定是十分拥挤，我等上去才行，问啥一起，都有不一。这有什么要紧啊？我们问一问，不坑他们也就是了。还是不去的好。咦，什么东西？这样好东西，什么好东西啊？借我看看。咦，真好哎！要不送给我？是我找到的，才能送给你啊？给我嘛！不给你还我嘛？我给我，不给你。给我，给我。起来了。两个知道了什么东西取来我看，原来是一方牛背。谁把牛背看分明，金庸光剑杀人，上海鸳鸯鸟一扎，玲珑铁头岳飞头，看来此文多珍贵，定彩名家关外阿妹，不知是谁来生奴。
相公，就请我问吧。法规原子理解应。对，相公，那我们怎样去归为人家呀？我们不妨就这次的设备之人定要到此人造，那是归女为红完了。相公说的有理，那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再去问了。有财上京，又不是大事。这女为倘是紧要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人？相公说的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相公，真倒霉，都是你去杀块鸟贝来。好，属下等吧。小弟三辈亲自问，此今朝不忠义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呀？怎么不讲理？这里谁都可以住，你成天发呆做什么啊？下午有要紧的事吗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呀？我找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找东西啊？找东西到别处去，这里没有，要过来。你这位大姐，和你人生方丈有什么事呢？我找东西。哦，我为大姐失落了贵重之物。是我家小姐失落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小姐是下的。好，我家小姐来了。我被丸子都找到了，你找。莫非是连台观音先生哪里？前世讽刺神仙物，就是那天上心上也动情。小姐，有备不？相公，啊，大姐，可就是这一行女儿，真是那小生的女儿红完了。到底相公了。哼，都为了你们这块牛背，害我们在这里等到半天还不能走开。杀君子，你太偏偏凭他情，纵横老三本不尽。君子啊，蒙君隆恩来比方。红丸十分是非难闻，区区小事无中言。对，小姐，你们回家去。是。小姐。
何方有家门？茫茫扬州人千万，叫我到此去找人。哎呀，这害我做事太糊涂，为啥我刚才不懂问？相公，你是怎么了？有了，大小不在意不多事，在为房中去托问。这是哪一家？咦，哎，相公，这不是刘先生的家吗？什么？是我先生家里？咦，相公怎么连自己先生家里都不认识了？哦，奇怪呀！我先生是生的是从我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是啥人在我家门前偷看啊？哦，原来是梁师兄！哎呀，梁师兄，聚会聚会！咦，啥子地里这门去？你们不是呀？哎，请进去，请进去。啊，林师兄，娃嘛，等一等再说，先请坐，我去倒杯茶来。啊，林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我有话要问你。哎，梁师兄，啥子急这样心急啊？请问林师兄，小弟是在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？哎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为什么讲娃娃要吞吞吐吐的？哎呀，讲啊！我家里有的东西，只要你喜爱，尽管拿去。哎呀，刘相公啊，你不懂事啊！就是个子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娇娇滴滴，小小子的啊，那林师一位。兄，那一位小弟他是府上的谁呀？哦，你问的是他呀？是啊。不瞒侬说，她就是我的阿妹。小弟刘兄事有同场，情谊不熟。从不人听说，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，现在就有了啊！休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啥人和侬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侬不要奇怪，我来讲给侬听。袁小姐同我探亲到分家，回来昨日过长江，我听得有人落了山，急忙冒孙家就去了姑娘，哎呀，中外太阳，他是山东的人，红啊家女，再请到南京来经商，我因我逃兵死呀，他就生气啊过刘江，我娘亲见他都爱怜，就急着命令对高衙当。是此时来，他的身世才是
起了。请问刘师兄，不知林妹家务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？可曾许配人家了啊？梁师兄，你一不是算命，二不是测字，问得这样详细做什么啊？刘兄喜得灵美，小的问问也有方啊。对，应该问，他呀，名叫荣阳，今年28岁，在婚事嘛，怎么样啊？完了有咋喽？妙啊！这里你当真像是妙啊！为荣耀，女儿与谁分相逢？闺中才是有希望，求他领兄去留情，以免得林外月老比斗长。刘师兄，请就小礼一礼。云梦不敌人的杀力呀！刘兄，小的就是看刘兄。原来梁师兄还有事要求，啥个事情弄得讲不过亲戚去。王兄千万要帮忙。实际话你说出来，叫我怎样帮忙啊？既然不讲，一定没有啥了不起的事。我们还是到书房里去下棋喏，消消气。慢，那么你就松快的说吧。刘兄啊，小的是实在叫我去有才。是来让我一同前去。不是不是。才叫我女与灵妹去烧香。在下好的好。那怎么样啊？刘兄啊，小的心事愿谁讲？你讲啊！到如今，我为得弱女前来问望，君在必先从天降，元气容易要备好。我望刘兄真该小弟才是啊！劝两兄，西咱们这对姻缘，我带到秘密此，他为家，我望郎才女我真想到，我做美人保证公安，你即可就准备走心啊！好，我今天就许了你这个下美礼。刘师兄，那小弟就走家营了。好，少快，马上给你个回应。哎呀，来呗，请小弟。刘师兄，兄，阿妹，做俺哥的听你迎接，那这位是梁师兄。梁师兄，四妹，二兄，问小妹出来有什么事吗？阿妹，刘师兄，
到面前去。好好好，俺们听啊，小高。哎，你说，哎，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俺说，你去回头，你去回头，俺说。昂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啊？恭喜阿妹，恭喜阿妹！两妹喜从何来？阿妹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啊？昂兄分子出身啊？阿妹，那位梁师兄啊，是托阿姑来做媒的。阿妹，你看他好不好啊？当天子夜红梅赛，那君子不会转身来。看见他气宇轩昂，平地话，叫人手上打转位。那位梁师兄啊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比起登陆也找不到第二位。昂兄夸赞两国许，此郎君神出会。阿妹，阿妹，到底愿意不愿意呀？啊？哎呀！昂兄不明女儿心，叫我怎能把口开？阿妹，阿哥做大妹，生命第一位，从来不撒谎，句句实在。提起那两钥匙，大哥不赞美，他三世相负，为呀公子。在人间为家哎，他不是当上宰相？是啊，那他的梁子龙之子不错啊。恰是星空相匹嘞，真的我莫等有看哎，天万人涌上。为小妹操心，这是小妹年纪还轻，要在家事奉你父你母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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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这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这美丽，我一定要注意成功。
姻缘把在前目风尘3月来我旅途留下大情酒，每朝见其又难睡。从此我丝丝无尽独辛苦，三餐作伴难下有，在我四杂走马马，也得冷月万中有情无此数，我一并相思铭记呀谁，好容易盼得不的样子水，杀出了人间鸳鸯人，今日同我在夫妻花朝月人，又不是去走了。新郎官，在新房里的姐妹应该先去进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，你我王子同唱金色郎君，在下农你们就容许你神游在府啊。我希望你同我阿妹两人相敬如宾，白头到老啊！兄敬言。梁师兄，我阿妹到了你家，我这个媒人啊，总算大功告成。这才有的事呢，要不要等3年都在你时机了啊？梁芳，就给你相公再去个托吧啊！去，宋林兄，新郎官刘刚，刘兄弟妻呀花叶苦尽娘子离你间，他为报君要受笑，我理该见他小心登山。
要是何有得起，但求得心有灵犀一点风，只一个闺中自有，我心愿已在心万千。飘去红天所中雨，见娘子的错见自己，更尽心。娘子，娘子请来迎接。娘子，请用酒。我不为饮酒。娘子不为饮酒，那就不饮的好。既是元年，谁不应该在许生？我父母之身生是海，我岂能以受伤之子见乱人？
莫非他为了要饭之事？娘子，刚才用婚之时，刘兄尊大压饭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平时十分劳累，至今调理伤病，还需早些问情。小生明日再来问媒娘子。娘子，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言。倘若有事，夫婚该往互相留事。互相有劳操心。告辞了。娘子，夜深如晚，无需关上窗户，免热风寒。娘子若体会你，小生在死亡门前也能安心啊。是否愿生？告辞了。娘子她是我万不累呀。娘子的为人真古怪，好似庙中的观音弥呀菩萨，身为我千言万语许传闻，他待我无人识过三句话，事情虽小虽生气，也无知罪长不能讲。难道他另外有隐情？难道我如此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请娘子园中同来赏月花，啥能够嫁给娘子心中人，就是万苦情难，我也愿人下。不想大娘可曾请来了么？大娘说她谁就到。啊，好好好，不想稍定相公有赏，谢相公。娘子你若不，他是光会江山路，心里真理一贯把情娘子到来，为人愿意，我娘子是人。既称夫妻，何必客气？
我待他一眼睛里，他总是不必客气。哎，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，奶奶气，慢慢地和他讲道理。我自己也建议，家父常理，不见也罢。娘子此言差矣，成长交往总有礼节，虽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俗，通达礼义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我？此次随请从简一礼。哦呀呀呀呀，有礼无反，有礼无反，娘子喜容从容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，仰望客厅使唤。先天不养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互相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何见解？娘子，你总在读书王中，只怕要门才病了。看此地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嚣张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请容在。你不是早知我不应走的吗？不是还有何要事？既不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遇谈。今日既已到此，不必见义为王。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啊，娘子，自来我家已有3月，可你总在愁眉不作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呀，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在上面经书长吁短叹，岂是瞒得了人的？娘子，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也该对我说明，我也好替娘子分忧解愁啊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人有非常事，非常事有非常情，这非常情有何必知？虽然是各人是有各人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再怕难瞒我两女事。听他言语常应是，难道他话中有所娘子不必一人命，若是要猜破你心啊事，你不
我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新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是猜吧，娘子。我不是在我家起居，我是以儿女心中美子。我好比马车飞在凤凰桥，还有什么缘不是？我不是丫鬟侍奉不诚心，你父还差钱他应生子。丫鬟侍奉不差子，与我何莫共相持？我不是我娘亲对你来欺压，你心受委屈难启齿。灵堂是深受高明为夫人，岂会得欺压小辈十里子？我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那子。灵妹出言有本事吃，我一般见识一太无知。我不是你为人高峰心不活，冤狱是为乡人公账鬼子。荣华富贵何足惜，何必为此挂心思？莫不是另有阴间必有知，姻缘不缘配我事。枉为是国外门子，实话不公守何子？将我云崖太空情，难道你疑我必有？小生并非此意，娘子休得生气。娘子也是失了言，望求娘子来关事。真是难忘我两女士，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不是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
妻何福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我富有时来，你岂无事？你岂有事来？我付去的，是今是你所请在为鸟事，鸟事还在，就是呀你。夫妻难无好，他既无情对鸟事，我必自己心烦恼。从今后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娘子灵隐人山山西桥，他伤心愿泪欲淌，这其中另有你来事。两来是他终不能相神高，我曾回望谁全家，谁望我娘子真等我。我还是好也去把他的人爱笑，
些节目。哦，莫非娘子过于有美，身子不夸，问谁去了？我也不必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死亡，明日再来。我刚要为尊死亡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哎，难道是娘子心不是难听白儿也？我就在这门外听他讲些什么。官人啊，官人！哎呀！刚才当面中无人叫我一声官人，今在背后倒叫起我官人来了。哎呀，多少有趣呀！梁女士啊，梁女士！刚叫了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啊？我知你把本全家。白天我烦恼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我知道云呀与你回家门，你何必此心来抗拒？自古来窈窕淑女，君子句。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女。我是天上心上难共啊呀，任凭你爹也美女王妃们，我一片真情天知道，几人甜言蜜语压情侣。我为你情愿把心苦，就一个杀穿空来铁把人。我与你来生再造，为了情，我今世要报冤娘子，你到底有深远大仇，也该告诉我才是啊！爹娘，爹娘又哭起爹娘来了。到底娘子里是余香，中穿着云裳寒灯长，想起我弟弟下人本，官居女士半王家，只因实言借君王，穿着江山不保家，那权节为恨死到极，八月15我爹娘必孝顺皇上，又召我兄长夏云仪，引携他团亲早策划，为
求他人能生我，也有道出我下云阳。如女在冰挑长江，我是在此逢生济南家。3月许多一年真得鸟悲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。一两上下，重量遭害谁不痛？现在很多受苦杀，娘子啊，在血海大仇听要报，你为我3月来不吐真情话？现在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上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也将那奸贼斩天下。娘子龙啊，你真老成。我骂你老实两只龙，不该仗势打卷龙。上欺天子下压阵，才我负你心太凶。谁知道战草更不知，逃窜我兄妹过西东。如今是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生成你老奸庸。天子也好是霹雳当雨后，差牛来见真是我无两只龙。我知道你为官清正，立朝中一片丹心保九龙。差不了你长势把卷龙，却害忠良心太凶，害得他下家永远是山中。看起来我夫妻到老，无不啊龙。本身我妈的家乡把事公，老夫照顾难梦，今日放着心大梦，我从此一人。娘生子啊，娘生子！哎呀，骂兄弟！我骂你生子太不良，你枉为民不是风霜，不是全夫应征讨，反在河上加油害忠良。有朝一日犯我手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皇兄原来是啊母娘，难怪他总在怒门墙。娘子啊，你在女子有胆量，做事也该三思想。幸亏给我来听听，啥别人知道你先要逆风点火是遭殃。娘有叫啊，娘有叫。我骂你爹人娘有叫，以你子颠覆小，看上我兄长家云仪，也想情愿想起乱叫。你瞒婚不成恨在心，今日徒步为你安世道。我下家三孙遭篡害，有朝保全你命难逃。
应该骂得好。妹子她无作必为最难饶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玉师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大志枉徒劳。娘玉师啊，娘玉师，怎么把我又来了？我有什么不经你骂的你？我骂你不知娘玉师，你枉为所托生言师。既番就请我不用，你今若一番相思，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重尊师。有朝一日称来同我兄妹二人得了志，现在老实两日龙儿战不念两生事，三载要小两月交非烦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月死好气，好气呀！他口口声声骂我对我怒气难压制。我与亲家为同门，他亲家和我为长子。我平在台里有无错，你是非不分要我是理己无情不无你。后让去别我娘亲子。母亲子，他岂肯家永养亲嫂子？娘子是笼中之鸟，梦中鱼，今日绝难逃一死。算起来，此事若是我家错，难怪他报仇立大志，我不帮他反害他，岂为人间奇乱子？他在附近，我有情，为他隐藏在披天日。金皇对他表心迹，谁怕吓坏了我娘子？这样从小动巧，就要吓坏了他。我还是轻轻地问娘子开门，开门啊！哇，你是谁？是我玉师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玉师把门开，我心惊胆战问他笑。方才之言他听见，我来今生红难逃。开门，开门啊！请。
接礼。家务长礼何必客气，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外好啊，外好！京东娘子王不见挂，夜阑人静，来此作甚？这位方才娘子孤于有门，一夜不食就为得往来，我方心不下，故日特来请问娘子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守得多年，请回尊私房安谁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夺人在望，是言是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明明听见真什么有，娘子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算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给我听听嘛。有他是夫人念经有看不心，念过嘛也就放弃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吧。我不要听。不要听，哼，我也得要念。要念回到你私房里去念。私房里只有念诗，在经嘛一定要在再往里念的。谁来听你的？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，哎。怪美男子娃娃情，开闸门有谁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，哎，爹娘，爹娘。哭起爹娘来了，我是在念心经啊。我的娘自来自雨下，中秋在园中我很更大，想起我弟弟想。四盘皇家在应在言，见君王穿着剑在武邦家，卷剑华恩四道鸡，8月15我爹娘被血肉王杀，你做那个兄长
下用意，因谁看清早才话，为求他人能生活，还呀有道菜我下用呀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我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梁世龙啊，你这老人，骂你奸贼梁世龙，你不该仗势把权弄。上欺天子下压人，残害我父心太凶。你可知斩草根为前，又盗趁我兄妹各西东。可比官民来养父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老金龙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有面还有你，两生事啊，两生事。你不要再讲下去。哎，好，我这一段不念，就念下一段吧。两牛角啊，两牛角。哎呀，你可以商量，我要安在去了。安在晚上，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。两牛死啊，两牛死。哪里不知两牛死？你往外说多生厌世，喜欢就请我不用，就算一年万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保证，要人夫妻重转世。有朝一日成了多兄妹二人为了事，一战天在两世龙，二战不言两生事，三战要笑两牛角，四战冤家两牛死。夏永呀，夏永呀！我弟弟爱你父母寸死不让，理该报仇。我母亲作无作恶，长死其人，也可赞得。我妹子无作非为，与无同谋，再也不冤。我两月时一非自谋，二非同当，又不能带出了你，你今日也要杀我。应该今日被我知道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后头去见我母亲与你父母申冤。官人。真岂有此理！他方才自言道理明，我的是非说难分清。官人。你平日待我心意深，为天起誓莫杀身，只为我受从恨有深，因此伤破了夫妻情。今日里你凶话来了，我方明白，是为天若杀必能分。官人你既说与父不同心，谁因
当官人量我苦衷，谢我子，就是我天下的上清一官。娘子恳去表忠求，时时句句同我心，两下两家愿求生，难怪他对我冷如冰，3月来他从未吐过肺腑情，想不到今日我也交关他人，见他常为我心不忍，我妻娘子诉衷情，今日的机会哪有人大家欢笑张嘴，杀气家子张着老气不平，听娘子闻言细语，再求其声下流呀！我平日对你多自然，你对我却是眼中钉。今日你话三是难相信，只怕你等保全自在亡国人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我算是江山之子，少神心，快来快了王人心，我何必低声下气去求他？娘若是生你把我真是你，这真是时光十倍呀加倍，我叫我自己难熬下来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气，万许设法去挽回，啥要好先别笑，好在夫妻之间无所谓。娘子，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不得，去不得。娘子，我刚才是我的开的玩笑的呀。我说真的是非不非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惊得往来对你在讲你？哎呀呀呀！他还在那里生气呢？喏，要是这下向你有礼了啊！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哟？刚才娘子受惊了，官人受巧了。见你哪了？
亲妹子都是你杀我救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今有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被我母妹知道，岂无非笑。是谁？是我。妹子，哥哥，敬重弟弟来信，母亲叫我送与哥哥看看。弟弟让我离开京津府事。哥哥，母亲之意，家里今日长辈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。是啊，母亲几次差你上京，你总太失时机万丈。如今弟弟又来信猜出了，倘若无量考验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能代替呀？嫂嫂，请你替哥哥准备银账，我要外父母亲去了。娘子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是何放心啊！我想还是不去服侍了。夫人，你父母是子才的，你若不去，恐怕反要查出事。我想你去之后，我虽伪装留家，等你已经用归再来找我，你看是何？是此正好，那我明日凌云之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
都做成功的意，要让今啊30岁，岸上夫妻就地。秦王爷见我儿才好伤心，十分喜爱，愿将他独生子女平养全子，招我儿为驸马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弟弟，夫人答应了啊！天之为美，高配王亲，为父当尊之，答应了。弟弟，难道王娘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正为忘了。媳妇一忘，难道弟弟不知？赵康之妻不下道，定期再娶谁难当？哎呀，刘家婚皮稳定的，将他休妻有何妨？我儿早了驸马郎，我朝为恩父，虽官人才，是这样。天道公理不能欺，同权太平，死刑他，此事我万万不从。哎呀，我儿你好糊涂，学子与秦王乃是身旁的秦王府，我儿早了驸马，就是当今的愚昧长了，从这两家就有他山之靠，奉天之事，父子同当朝纲，何愁不能随心所欲，永保富贵？夫人她在心间啊，今不惜欺不天呀，就是弟弟，你既在朝中为人啊呀，理应该出心保护祖宗俩。咱得最后用他山靠，大不该长死把赵高，须知道其心之事难欺天，切莫要自己是不合时长。你去找为的做前言，休得他年后悔账。小我不才，奴才才言。太长王，你尽管教兄为父，小万山，我也一定来跟跟。爹呀，你王府早东朝，生不有子难免家，我绝不去家中求糟糠。婚姻他是父祖之，一切有期望，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义有无法。小出身，你不忠父命，大不孝，在不孝
的灵儿，我愿担当。你自古来只有教子能做你，从你们教子应当。呸！皇家亲事岂能儿戏？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有意得应，你抗旨一夫哪外了得？林则休将你送往王府，用也要利用，不用也要利用。哼，不是对你的小奴才。老兄嘿，自负了，俺深深茶山必有，不是彩霞迎风过，天涯共赴把女好，华美自己引领也，恰不须藏在同高楼，在世上少不该不该上京来归那跑？种什么长远，走什么关？今年过节把妻子都不能放。娘子啊，你话我早的用关早断去，哪知道小将大怒，起劲啊走！你在皇府生死海，纵然有此也难逃。宫花金宝带上身，再要见我娘子。是见不得，难道我所事听谁来答复？难道我真到王府把情伤？不，大丈夫立志是山东，富贵无惧，为无难要。不是你小一个大明朝，恰恰无忌太笼牢。这也是如此好的。将终结婚，朝廷昏暗，谁苦恼？此次世道真为国，夫妻谁不做，把天亮好。
良夫，此行不用去送粮，相公与你一同回去。那好啊，良夫，快与我去衣帽子。是。前什么要大为呀？不买了我要飞呀！推下大红包，赶着我一束与明天。相公，还与我配马子，相公兄来。什么病啊？小鸡生夫人生了疾病，再叫我去接大娘回来的。大娘，夫人她没有生病啊？怎么？咦，夫人没有生病啊？没有生病？没有啊？难道我今生落叶尽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，娘。嫂嫂回来了，媳妇参见婆婆。罢了。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方才听两宝言道，婆婆身子欠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久所愤恨，是要帮婆婆私财。哎呀，不归当，不归当。嫂嫂，我们几次查证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这次还不肯回来啊？只因我侍奉继母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吗？托婆婆之福，继母病体已好得多了。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长江里救了你这个小人的女儿。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，生身无母之才呀？
媳妇原本姓冯，是三公立人人事，父母不应早年丧堂。嘿，只怕不得的吧？何以见得？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母女。劝你们实讲的好。媳妇实是姓冯，故寄于楼家。婆婆因何见你？我岂问你，哪一场送信接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不许迎风小弟，言语竞争，十倍不灭之道，岂有非相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哥此言实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凭着对我们做人才？为什么你死于冤恨？常来烧，分明在内中于必当时，不知道心里何必想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房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嘿，好一张离口！你可知只是我借那一张？事出有据，休得啦，休得啦！你三分貌似下有你，分明你少林女扮下有样，下有样。姓冯真为别姓呀，父母见你我非参加，名同貌同人不少，怎能富贵把在家？话语巧女不中用，劝你们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区区十言你不信，那天大的我在我乡，四地婆婆回了家。什么？哪里去？寂寞病体为女，委屈是翁。今天休想他母家。你们怎能如此不讲理呀？哼，同你还讲什么理？快与我回房去！走，去，下去。娘，他傲听娘官不肯承认，还是领他送官考问，怕他不招。对，今娘将他打死往内，明日一早送官，越叫他这样来。
后门开着，
位所在，他怎样保证？这下没想，怕请夫人到来。是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的这样差呀？春天母亲，要是啊，你得中第几名啊？得中一家一名。哎呀，好宝贝啊！你得中第名状元了，这真是用中有主啊！孩子家公公到底了。母亲，请往内去。哎呀！啊，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这公公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刘家去的吗？方才我已去过刘家，岳母一道，说是母亲已将她接回来了。妹子，她就和你稍稍进来。我哪里去叫啊？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？哎，她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啊？跟你妹妹去吧。妹子，我娘子到底在哪里呀？公公，我老实地告诉你吧，昨天呀，恰自接了嫂嫂回来，今天一早，房中恰不见她的人，我们也正在找寻你。难道娘子她？啊，母亲，昨日才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会不见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请问母亲，昨日为何要将她接回家来？娘有病，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得的什么病？哎，是疾病啊！相公，夫人昨天根本没有生病。阳光，你不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吗？阳光，你与我总是讲了。是，相公，昨天小疾病我去接大娘回来，可是夫人生了疾病，可是等大娘回来一看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床上，哪里有什么病啊？阳光，你胡说！夫人是没有生病吗？我又没有骗人。还不给我滚！阳光，儿女怎么样？原来是个小鸡将大娘关在房里往上来说。此夜来为他飞，可怜我娘子一身疾。两个，为学不嫁的与我辅佐，牺牲中哪个道理？啊，办事子。要是你好方式，查不见我娘子谁管，要是不道理，你要怎么样？要你们问我的娘子啊！公公，嫂嫂才是引饭是道，难道你也讲我们母女要人不人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引饭是道，现在。相公，我们前儿嫂郎现在都是大哭了，晚上不去大娘，一户阴事也没有，你们都与我滚！你不要爱我的娘子。要是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敌人，竟敢对我使臭力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哼，老实地告诉你，他就是朝廷千万小姨娘，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你们害死了我的娘子。哎呀！要是你竟敢手把无凭，我告诉你弟弟早就不饶你！娘啊，去告诉弟弟去。你这个小畜生！
下，相公你有所不知，昨日富生小姐将大娘到处往来，只是今日一早有送货查访，不想心中不忍，故问昨夜上个偷了数日，是否大娘到走了？不想你此话是当真？当真，故说呀。不想，你信我一话。相公，我快说明天。你等大娘到我哪里去啊？大娘到我那里后相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吕相公家去问问？对呀，生命是重逢有希望，愿我刘家决心期望。相公最好，休息。相公。还有跟他这一个，阿妹，我马上就要出去当听动静，哎，你快去躲起来。阿妹，我不教你，你不要吃呀。想不到阿妹竟有天大的远见，要是早在我讲了，我就不出这个美了。现在，真糟糕！是两兄，他怎么回来？是两师兄，聚位。你几时回来的呀？小弟今日才从京中回来。哦，那么快去见我娘吧。刚才见过岳母母了，小弟有要紧事情，请问刘兄。哦，那么请到青岛里讲我。青岛不必，还是死亡里好。再记得死亡里昂中的很，还是青岛里好。死亡里好。娘兄，相公刘师兄，我娘子苦在府上。他孤身为我阿妹来。梁师兄，早上听说你母亲有病，已经把我阿妹接回去了啊。出在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人见？今日没有看见啊。当真不曾来过，我几时骗过你呀？那我告诉梁兄，你话还没说我，怎么就急了？哎，我阿妹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。啊！我阿妹竟不见了啊！娘子，你先慢一点可，我阿妹怎样会不见的呢？刘兄啊，再怪我母妹太无理，家虽离，给我娘子回家里，到处往内有家哎，互相好心思就去。坐满三根稻菜花，不知他生落这何方地。哦，这样说来，你母亲难道同我阿妹有仇吗？是啊，什么大仇啊？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必而行。我岂能泄露真相，天是非？刘兄啊，我家此事你不明白，我一时难以谁讲谁。既然我娘子不在，我是为刘兄是谁？梁师兄，你等一等。这样大的杨九人，你到哪里去找他
这个，金配两难不知意，娘子家不到屋子来寻觅。愿意情，不空对我们可以情。哎，我的娘子啊！看他到来了，等我再去试他一试。娘子，啊，梁师兄。叫你莫名看那弟弟，三宝的我阿妹马上会到家里，你奶奶心哎呀慢慢等哦，小弟有话要问你，当初比起为公义，竟然你龙虎榜上名哭啊的。这种一家人，举名状元爹爹，我要向两兄妹呀恭喜。要是我阿妹陈牙齿的，好对无关春呀平，你什么风归于呀地，你不知道平地风骨啊起，什么风骨？王叔要我找军马，王叔要你找军马？是的，我要向两兄再恭喜，今子有意配夫妻，从今有你是皇亲国戚，归吾必归吾哎必。我娶娘子非容易，经过之事难问你。主官要我收前妻，不情愿一时穿白衣，因此我官为穷无名，外官开到回家里，我指望夫妻重相见，朝朝暮暮在一起，想不到家中其他物，我娘子竟生死不将心。哎，我的娘子啊！原来他是器官盗产的，对我阿妹都是真心真意呀！娘梁师兄，我劝你不必伤心，让小弟再来接你做媒人，保你我一疼。谁要你做什么媒？不要心急替我讲话，我晓得你的的确确爱我阿妹，疼我阿妹，所以我要还你一个想我阿妹、是我阿妹的小情。嘿，刘兄做事不道理，谁才华来烧情意，我是娘子心里阿气，你恰丝毫不在意，不知今朝几时回，你反来劝我临时起，兄妹之间互不点，往为同堂分知己，从此与你团有你，希望中了我还郎喜。阿妹。
吕师兄，我娘子明明在你家里，你为什么骗我不在家我心？害得我一上闹一上气，你恰在旁边笑嘻嘻。你哪有半点同场你将我捉弄啥道理？哎，你在屋里讲啥道理？不有道理。你先去，等我阿妹再发脾气。哎呀，外甥，娘子啊，此事与你无关系，你安安心心坐啊这里。刘神月，我娘子寄在你家里，何止不好把身体？为什么偏要留在你死亡？哎呀，还要关在死怀里？本命里不怀好意，我去这两次岂有此理？我去叫的阿妹，我真实在。外甥，为妻只为把我比父后上身死回里。恩兄为你是好意，你错怪恩兄不道理。哎呀，恩兄啊，你身上那么生气，本人他明白你的好心意。真是给我移动兵，他把好心当着李呀贵妃。哎呀，官人啊，恩兄在哪里奈我小气？你快快上殿去赔礼。再叫他放在把我心，我只该我也要将他气气。阿妹不必来呀相劝，他与我早已的余孽，从今我再不管事，他往东来。我啊我一去杀贼呀！人去呀！刘兄，哎，我与你呀，今生不忘后生。人生刘兄莫动气。恩兄，我夫妻双双为道理。我的气呀，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。杨兄，放在你呀，真正把你气死了。刘师兄，放在你呀，真正把我急死了。官人，你此番奇怪回来，你我二人该做当事。我祝娘子远走高飞。对，杨家不是你两居留之地，还是快点离开此地的好。那等一。官人，不是逃往山东母舅家里，才后也好当天我兄长下落，你看是否？此次就依娘子。啊，杨兄，这些银子你大举在身使用，你们只管方式解去，这里一切与我担待。刘兄，这个